用布袋戏呈现西拉雅族人遇到外来族群引发冲突的故事，还有运用西拉雅陶器技艺所设计的服装走秀。台南市文资处为了活化考古素材，办理发掘西拉雅征件计划，总共有11组团队入选。除了有布袋戏，还有用族语设计的桌游，结合西拉雅族碎石技艺与自然元素的乐历、手账、绘本等等，相当多元。绘本主要是在描述西拉雅族他们在狩猎的一个过程，然后这个过程里面人和狗的一个合作的关系。那我们利用化妆的图样结合十字绣里面的8瓣花的图文下去做一个拼接，并且说我们把一些西拉雅他们汉化的足迹，有些万字文，把它融入在我们的创作里面。每件作品都是考古与文化创意的跨界展现。难得的是，有4位西拉雅青年投入创作，将族人的观点与生活智慧呈现出来，让文化不再只是展示，而是成为真实的生活经验，也代表传承新的力量。考古发掘后的一个成果，怎么样去进行再次的诠释跟使用？那所以呢，如何融合族群的文化？那如何结合创新的设计的想法？那把这样子所有的一个脉络呢，环环的相扣，把它做一个跟生活有关的一个结合。那所以这是这一次的一个活动里头，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个部分。西拉雅族跨地部落联盟更期盼相关作品未来可以量产，成为推广西拉雅文化的媒介。记者周怀台南报道。